巴良安宮牛黃丸。中藥五味係指酸、苦、甘、辛、鹹，良藥未必苦口。而當中藥遇到現代茶飲，就更加成為年輕人嘅新寵。有350多年歷史嘅內地中藥老字號，近年跨界開設咖啡店，推出枸杞拿鐵等草本咖啡，結合養生需求同潮流文化，受到年輕人追捧，每日銷量達幾百杯。香港亦有咖啡店推出藥材咖啡，截至2024年，中國已經有超過30個主打中藥養生嘅茶飲品牌，現製養生茶飲嘅門店超過6000間，較2023年底增加1倍。年輕一代正成為養生消費嘅主力軍，由咖啡、茶飲、甜品到麵包，中藥概念食品層出不窮，融合傳統養生理念同現代生活方式，受到年輕人青睞。雖然唔可以代替治療，但中醫藥元素融入現代生活，有助建立養生觀念，傳承中醫藥文化。融入國家發展，鞏固國際優勢，團結香港，聯通世界。